有些想要像水和饭，不吃不喝心就不安。夜里会冷，身体会寒，这些需要不必心烦。一口饭，一张床，能安心睡到天亮。一笔好路说得明白，这是活着的基本答案。有些想要只是好看，多了开心，少了也酸。好吃一点煮的浪漫，没有也不会太遗憾。如果追求懂得听，不让欲望变成命令，自然，但不必要戒指反而更轻易。还有一些没有终点，名声掌声别人实现，越逼越累，越追越远，心被拉走无法安眠。这些欲望不自然，永远不会有终点，不是你真的需要，而是恐惧在作祟。不是每个想要都值得你燃烧，不是每个渴望都需要紧抓不放。一笔套路画一条线，不是静止，而是分辨。自然必要，请你满足自然，不必要学会节制不自然的欲望，只会让心更疲惫。懂得选择想要什么，这就是智慧。懂得选择想要什么。